近期，以 ChatGPT 為代表的 AI 浪潮幾乎奪走了所有人的視線。AI 熱潮過後，世界的目光又將聚焦在哪裡？在 Web 3.0的世界中，有一條被大家廣泛看好的賽道，那就是 SocialFi。今天的連金方節目將向大家介紹什麼是 SocialFi，其運作方式以及熱門的 SocialFi 應用。SocialFi 或 Social Finance是一個結合了社交網絡 Social Platform 和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原理的新型概念。簡單來說，就是社交網絡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去中心化的要素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平台的監管功能，點讚、轉發和評論變成了真正的數字資產，供使用者充分利用。SocialFi 平台基於用戶的相互聯動及創作運轉，比如允許內容製作者通過內容和廣告賺取收入，用戶可以通過他們的交流、新聞查看、NFT 鑄幣和參與遊戲等一系列行為獲利。目前，社交網絡中所有用戶的數據都由管理機構控制，在未來的 SocialFi 項目中，用戶將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數據。但隨住傳統社交平台逐漸擴張，不斷出現各種問題。SocialFi 可以消除 Web2 社交網絡的缺陷，比如一、保護個人數據和用戶隱私。目前，互聯網上的用戶需要指定相關的個人資料，才能在任何社交網絡上註冊。此數據保存在公司的服務器上，存在服務器崩潰以及用戶數據洩露的風險。而採用去中心化方法的 SocialFi 平台可以讓用戶免於這個問題。畢竟 DApp 不會收集或存儲用戶數據，用戶數據所有權為用戶所有。二、言論自由及平等。SocialFi 可以讓用戶不受中心化當局或網絡安全部隊的控制，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話題內容可以平等的被曝光和受到關注。三、數字版權為用戶所有。SocialFi 平台允許創建自動化版權系統，就像去中心化的內容市場一樣，作者將在沒有中介的情況下，可以選擇將他們的作品出售給買家。Cheely 是一個 Web 3.0的社交視頻平台，支持用戶享受玩賺體驗。內容製作者創建和發布短視頻可獲得獎勵，其他用戶在觀看提要中的視頻也能獲得報酬。在 Cheely， 每個新用戶都可以免費獲得 NFT 眼鏡，該眼鏡可以在平台代幣的幫助下升級和改進。平台代幣是為觀看內容而種植的。Lens Protocol 是一個面向 Web 3.0 世界的社交協議。它統一了用戶在所有支持 Lens 的應用程序上的個人資料、受眾和內容。Lens 生態已經有上百個正在開發或已經完成的應用項目。Lens 以 NFT 為核心元素，用戶能通過錢包持有自己的圖譜 NFT Profile NFT 發布內容並實現確權。作為一個開源協議，Lens 有住組合性強的模塊組件，可幫助開發者在 Lens 上便捷搭建多樣化的社交應用。開發者也可以開發新組件，從而不斷提升產品體驗，推出更多創新功能。CharityDAO 是一個去中心化慈善自治組織，旨在讓慈善更加簡單、無政治、無國界、高效率。今年一季度 CharityDAO 正式上線 NetAsHelp， 一款面向 Web 3.0 世界的 SocialFi 籌款服務平台，支持用戶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幫助，發起包括醫療援助以及紀念、緊急事件、教育、危機救濟等多類型的籌款需求，並支持主流社交媒體籌款。CharityDAO 曾在俄烏戰爭爆發早期，為烏克蘭紅十字進行過加密貨幣捐贈，現已與全球50餘國家和地區的慈善機構建立聯繫與合作，在線上擁有累計超過10萬志願者，好評度很高。A16C 領頭的 Arpeggi 是一個透明、開源、可協作的 Web3 音樂創作平台。基於 RP Audio Relationship Protocol 協議，可讓音樂人分享他們的音樂，並能保證他們的音頻在被使用時保證歸屬。Arpeggi 提供了一個功能齊全的數字音樂創作平台，以創建或上傳到平台的每個聲音或曲目都會生成 NFT。當其他用戶使用聲音、製作混音或聽音樂時，創作者會以平台代幣的形式收到版稅，從而產生直接收益。雖然剛剛提到的 SocialFi 項目的優勢十分突出，但 SocialFi 中設計原則的執行並非沒有阻力。要使其真正成為社交媒體的未來，
Web 3必須克服以下幾個挑戰。首先，可擴展的基礎設施。Facebook 每天產生4PB的數據，每分鐘有51萬條評論發布，293000條狀態更新，400萬條貼紙被點讚，136000張照片上傳。區塊鏈是否具有處理如此龐大的數據的能力受到質疑。為構建 SocialFi 應用程序而創建的區塊鏈層 DSO，聲稱它可以比大多數現有的第一層鏈更好地擴展，因為它們是專門為 SocialFi 用嚟構建的。它們使用索引、快大小管理、WAP 同步和分片來解決可擴展性問題。使用 WAP 和分片兩種技術。DSO 認為他們應該能夠將平台擴展到10億用戶。其次，可持續經濟模式。也許 EFI 及其衍生業務模型中最困難的部分是創建能夠在壓力和異常情況下維持的經濟模型。無論是 GameFi 還是 SocialFi，有幾個平台承諾為其參與者提供非常高的激勵。然而，迄今為止，這些激勵措施已被證明是短期增長黑客。目前，在 SocialFi 的激勵中討論的所有方面都還在小規模的試驗中。這些模型必須經過幾個市場期和黑天鵝事件的壓力測試才能成為主流。傳統社交網絡幾乎是在很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比如 Instagram 創建於2010年，並在2年內達到了1600萬每日用戶。據 BDC 諮詢數據顯示，到2022年年中，SocialFi 項目的註冊用戶總數達到1400萬。當前 SocialFi 已初具規模，作為一個崛起中的新板塊，注定不可忽視。分析人士認為，考慮到社交媒體生態特有的爆發力，SocialFi 顛覆性的改變隨時可能上演，並在未來流行開來。具備獨創精神、內容優質、能夠回饋用戶且社區強大的應用程序，則將成為 SocialFi 最有前途的板塊。最後，連金方的節目內容不構成投資建議。感謝大家的收看，我們下期